喺啱啱跑完嘅12月23日嘅谷草野賽，喺賽前我哋向你推介嘅其中一匹馬第6場3班谷草2200米嘅3號馬奔放，以6.8倍半冷馬嘅分頭，僅影上係跑第2。而呢一日，我哋亦都有向我哋嘅會員推介咗一場，我哋覺得係最值擺穿落去嘅膽拖組合，而且係短嘅，係1拖3。而我哋推介嘅馬膽就係10號嘅佳運發。咁當時我哋推介嗰陣時，呢匹馬係有10倍嘅分頭，所以我哋推介咗俾會員1拖3。咁點解會講呢兩匹馬呢？今日因為呢兩匹馬都具備相同嘅特徵，同埋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兩匹馬亦都遇着相同嘅形勢環境。呢條片如果你睇完咗之後，以後對於呢類嘅馬匹同埋出現咗呢類嘅環境，保證你以後係識得捕捉非常短嘅膽拖組合。好啦，我哋首先講第6場奔放啦。嗱，奔放係咩跑法嘅馬？佢係一匹放頭嘅馬，係咪？佢唔單止放頭，佢係可以末段識得加速嘅，亦都可以做正嘅時間指數。呢場係長途賽，由於冇乜馬由上季至今識得跑2200，因此1800同埋2000米嘅實力馬就特別值得留意，係咪？因為呢啲馬因為冇乜同程嘅，咁長途馬要留意啦，1800、2000呢個就係留意嘅路程範圍啦。第二，如果你睇呢啲他城嘅實力馬，你會見到絕大部分嘅馬匹其跑法全部都係後上或者中置嘅，係缺乏前置或者放頭嘅馬匹，係除咗一匹正就係奔放。而呢匹奔放喺呢場嘅賽事，佢遇着個環境就係冇乜放頭馬，而且大部分實力馬就中後上，而且奔放本身係一匹真正嘅放頭實力馬。乜嘢為之真正嘅放頭實力馬？因為識贏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或者佢放嗰陣時，佢嗰個指數具備其中一個慢放，每段可以加速；快放可以做正嘅時間指數。嗱，奔放正係做到呢樣嘢啦，因為我哋賽前喺呢度已經講咗俾你聽關於呢匹奔放啦，因為佢喺2000長直路嘅田草都係放頭，係咪？識贏入 Q 都係做到真正嘅實力，而且一場慢放每段加速，慢放每段加速好強，快放做到一個亦都係強嘅正嘅時間指數。咁即係話呢匹馬係正屬於一匹長途嘅放頭真正實力馬，而喺呢場嘅賽事佢所遇着嘅環境係極之上佳嘅，因為所有嘅對手都係中後上嘅馬匹，形成呢匹馬放頭就冇壓力啦。好啦，因此遇着咁嘅場合，當然揀膽就要揀呢類馬啦，係咪？咁點解唔可以揀中後上嗰啲馬呢？因為如果喺一場賽事入邊，好多都係中後上嘅馬匹，呢類跑法嘅馬，咁即係話呢匹馬呢類馬轉入直路，大家都係喺中後方要開始衝啦。咁你可想而知呢紮馬嘅壓力都好大嘅，係咪？嗱，你騎嗰陣時你會睇到，你前面可能係又要衝，左邊又要衝，右邊嗰匹又要衝，咁你成紮馬大家都喺度搶位嚟衝，嗰個壓力係大嘅。因此遇到咁嘅情況，當然係用前置型嘅馬係拖翻呢紮馬啦。你就唔知呢紮馬入面邊匹係俾人阻啊，衝唔到啊，邊啲衝到入嚟。但係你攞放頭馬去拖呢紮馬，咁你嗰個命中嘅機會就極之高啦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奔放就拖邊啲咧？嗱，風神就係啦，係咪？1800米識得衝，識得過馬，每段識得加速，排內檔係有利。仲有一匹飛雪神駒，亦都係排內檔，嗱，識得過馬，係咪？咁佢識唔識得加速咧？嗱，識嘅，
因為前仗佢係跑2000過馬，今次排內檔，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。咁即係話呢兩匹係必拖啦，因為佢哋係排內檔，就係風神同埋飛雪神駒啦，係咪？咁仲有佢咬喺較前嘅兩匹農民邊影嗱，佢咬喺前邊，佢亦都係跑1800，活段係識得加速嘅。咁仲有一把佢跟喺較前位置，中間位置亦都係識得過馬嘅安可。嗱，呢度雖然係負嘅活段指數，但係如果你睇佢上仗，佢喺2000係具備正嘅時間指數嘅。OK， 嗱，呢個2000呢個係安可，亦都係識得過馬，識得衝。今次配潘頓嗱，亦都係做咗一個標準嘅末段指數嘅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入邊，呢4匹馬亦都係全部來自上仗1800以上嘅配腳，就可以攞嚟做重心嘅配腳啦。因為呢啲馬全部都係有方，而且仲係來自最值得信任嘅上一仗。OK， 咁即係話奔放拖呢4匹應該係主力，正係咁樣。奔放就拖安可、農民邊影、飛雪神駒、風神。咁如果你要拖多一匹，呢匹嘅盈益線就係大前仗喺1800米識得過馬，今次排中檔，活段亦都係識得加速嘅。只不過佢呢場嘅賽事係來自大前仗，意思佢個 form line 就冇頭先嗰4匹咁好啦。OK， 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要買 Q 嘅話就係1拖4，咁當然你求穩淨1拖5亦都可以。嗱，結果呢場嘅賽事，如果你睇呢場嘅賽果，嗱，奔放6.8放頭，僅影響而敗。其中一匹識得追排內檔嘅風神就衝上嚟啦，跑第1，係咪？咁飛雪神駒安可其實都係跑4-5，即係非常之近嘅。咁1拖4呢條 Q 亦都係非常之容易中啦。嗱，呢條 Q 就派179蚊，呢個就係第6場嘅賽事。而第7場我哋亦都有推介1拖3俾我哋嘅會員，就作為最值得落注嘅場合。個情況同頭先第6場係一樣嘅。嗱，呢場我哋推介嘅就係10號嘅佳運發。如果你去實力馬嗰度睇，嗱，又係缺乏放頭馬，係正得一匹放頭嘅實力馬，亦都係同情，亦都係來自上仗嘅佳運發啦，係咪？佢咬住2位跑第4，做到真正嘅實力，因為佢係輸半個身位嘅啫。呢場係一場慢步速嘅賽事，佢其實係屬於放頭，因為佢喺外碟望空。嗱，慢步速末段具備加速嘅能力。咁喺呢場，如果你睇其他嘅同程實力馬，大部分亦都係中置或者後上嘅馬匹，係除咗一匹就係佳運發啦，係咪？嗱，就以為其他嗰啲都係中後嘅跑法。好啦，咁喺呢場嘅賽事，咁我哋再睇下呢匹嘅佳運發啦。如果你去上一馬嗰度揀佳運發出嚟，嗱，你會見到呢匹馬喺上季60分係做到田草長直路放頭，係咪跑第3，輸半個身位，真正嘅實力啦。呢度係彈甩2個幾身位而贏啦，都係60分。一場就冇減磅，咩頂磅，一場就減咗磅。嗱，現時呢匹馬個評分由60一路減到上仗嘅45，即係評分極之有利啦。唔單止咁，上仗明顯嗰個 form 亦都翻咗嚟啦，因為佢做到真正嘅放頭實力，而同時喺呢場嘅賽事，佢又遇着非常有利嘅環境，其他嘅馬匹都係中置或者後上嘅實力馬，因此呢匹佳運發放頭又係冇乜壓力，係非常之好跑嘅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喺呢一日，我哋有推介俾會員作為膽拖嘅1拖3嘅原因就係咁啦。當然主要嘅原因就係呢匹馬係一匹10倍嘅冷馬，我哋推介嗰陣時，所以呢匹馬喺冷馬嗰度我哋亦都有作為推介嘅。OK， 好啦，同樣地同頭先嗰場係一樣啦，放頭馬有啦。配腳揀邊類馬咧？咁當然要識得去追呢匹放頭馬啦，係咪？既然前面有一匹係放頭嘅，
你個配腳就要去追佢。而呢啲馬當然係具備實力、識得追嘅馬，即係中字型呢個短途啊，排喺內檔，其次中檔識得末段識得加速過馬嘅馬係最有利嘅。嗱，睇咯，排內檔嘅上仗同程實力馬有長龍區係咪？佢排二檔，嗱佢前仗排第二係識得過馬啦，係咪？末段亦都係識得加速，今次排檔有利，咁即係話啲匹馬要拖啦。中檔嘅駿馬之寶嗱排中檔，嗱亦都係識得過馬嘅，係咪？而末段亦都係識得加速嘅，咁即係亦都要拖啦。咁仲有一匹就係團結戰靈，嗱呢匹馬雖然個檔位唔係咁有利，但由於佢本身嘅跑法擺喺中後嘅位置，咁由於佢仲係一匹側身馬，上仗贏得較為輕鬆，咁我哋都推介埋，因為期望佢可能有機會攝個二跌咁樣嚟追嘅。跟住再睇前仗，你就見唔到啦，係咪？因為飛雲係來自5班嘅，因此喺呢一日出現咗一場1拖3嘅組合，就係放頭嘅就係佳運發啦，而可以具備追嘅實力馬就係團結戰靈、駿馬之寶同埋長龍區啦。咁由於呢場嘅膽，我哋推介嗰陣係冷門，咁成個組合就肯定係好分居多噶啦。OK， 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，我哋推介嘅作為全日最值得買嘅1拖3，推介就係佳運發拖、長龍區、團結正靈同埋呢匹嘅駿馬之寶。嗱，結果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佳運發又係由頭放到落尾，係輕勝啦，贏啦。如果你再睇呢場嘅賽事落飛檔嘅話，你會見到呢匹佳運發其實入閘嗰陣時係12倍嘅，一嘢打落嚟啡價而贏。咁即係話幕後或者職業團隊抌咗咁多錢落去買呢匹馬，佢哋係命中嗰個原因係乜嘢？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話俾你聽呢個原因啦，係咪？啊，當你明白呢個道理，當你有咗職業排位計算表，贏錢買一手，第二日呢啲咁嘅場合，其實係非常容易捕捉嘅。OK， 記住呢個方法就得噶啦。嗱，結果佢係落飛得手啦。咁當然啦 ，Q 亦都係佢拖咗好多，都係有格仔嘅。原本呢條 Q 係300幾，嗱都好啦，收尾都有200蚊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2場嘅馬膽，即係第6、第7兩場嘅馬膽都係具備相同嘅跑法，都係放頭嘅真正實力馬，係咪？而呢兩場嘅環境亦都係相同嘅，就係放頭嘅實力馬遇着冇前置馬，其他嘅實力馬都係中後上，所以佢哋嘅環境都相同。而且你拖配腳嗰陣時，你亦都係知道會拖邊啲馬啦，係咪？因為嗰啲識追嘅馬，而且排喺有利嘅檔位，而且你一定要確認佢哋個指數係正嘅啊，同埋識得過馬。咁即係話呢一日其實呢兩場係非常之容易命中 Q 過關嘅。一場係1拖4，一場係1拖3，買11注2,100，成本都係82蚊，係可以輕鬆收3000幾蚊嘅。OK， 就算你頭關穩陣啲1拖5都係85蚊，亦都係收3000幾蚊。嗱，呢類嘅場合其實以後每個賽日你都要去睇下有冇呢類情形嘅馬匹，一有你就要 mark 低佢啦。買唔買？當然就要睇入邊嘅馬有冇分頭，有嘅話呢類嘅組合，特別係呢類短嘅組合，係非常之上佳嘅擺錢，可以擺錢落去，值得落注嘅場合。有陣時呢類嘅場合，一日可能有幾場，甚至可能有3場添啊！嗱，遇着咁嘅情況，你就可以過3關啦。OK， 嗱，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講呢兩匹馬嗰個目的，就話俾你聽，到底佢哋屬於乜嘢馬？以後見到你絕對唔可以放過。OK， 當然嗰個前提
就係你必須要有資排位計算表呢個工具喺手，因為當你有咗呢個工具，你只要睇實利馬嗰度，你一睇你就非常之容易睇得出啦。OK，例如呢一日第8場，亦都可以講下㗎，同頭先嗰2場係調轉嘅。咁呢場亦都係非常之容易揾到食，咩咧？就係孖寶啦，就係頭先第7場射落嚟呢個第8場。嗱，呢場同頭先調轉啦，呢個係短途。嗱，呢場係有放頭馬嘅，係咪？嗱，有幸運星球、安康萬里。咁如果再睇其他嘅同程實利馬，嗱，亦都有精彩進帳，嗱，亦都係咬前跑法嘅馬，係咪？跟住輕功猛男，嗱，亦都係咬住前邊跑嘅馬。咁即係話呢場嘅同程實利馬係具備乜嘢特徵咧？呢紮實利馬嘅跑法全部都係放頭或者咬前嘅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同頭先調轉嘅，前邊嘅馬匹壓力就較為大啦。咁即係話你前紮馬喺前面放頭咬住2位，前右都係實力嘅。咁嗰個壓力係極之大嘅。遇着咁嘅情況，你係可以揀嗰啲中字型，即係追馬，末段具備加速能力，而且排喺內檔嘅馬匹係最為有利嘅，因為呢個係谷草12米。咁當然中檔亦都係 OK。咁喺呢場嘅賽事，我哋推介嘅馬膽亦都係正係調轉㗎啦，就係呢匹嘅川河洞區啦。因為佢嘅跑法正係屬於一匹識得追、識得過馬，而且末段具備好強嘅加速能力嘅馬匹。由於多前置型嘅馬，亦都有放頭馬，佢嘅時間指數亦都係可以做到正嘅。嗱，我哋揀呢匹馬做膽個原因，嗱，你再睇下呢匹馬啦，揀佢出嚟係咪啦？非常之方便。當你有呢個工具，你會睇到呢個川河洞區以前喺沈集成嗰陣時，其實佢係累積咗2個 win 啦，4班3班都係識贏嘅。呢個係前季啦 ，OK， 跟住去到上季喺3班。都係72分啊，72分都係可以放頭跑嘅。佢以前係一匹放頭跑嘅馬匹，係咪？嗱，佢係放頭馬，係可以加速做正指數嘅。呢個就係72分啦。好啦，跟住之後一路跑就一般啦。嗱，跟住你睇下佢轉倉啦，轉咗去尤達榮嘅馬房今季跑啦。嗱，係咪？嗱，第一仗佢跑。放頭唔得，第二仗佢用一個衝嘅方法嚟跑，咁即係話俾你乜嘢意思咧？就係話俾你聽，呢個練馬師改變咗呢匹馬原本嘅跑法，將一匹放頭嘅馬變成一匹後追嘅馬。咁當然將放頭變後追，值唔值得買咧？咁你當然要睇佢後追嗰個能力。嗱。佢前仗係10檔，即係外檔不利啦，係咪？因為係谷數1200啊嘛，嗰個步速仲係中等偏快少少添，咁更加不利喺外檔。嗱，佢可以喺後邊衝上嚟跑第3，輸個人身位，唔單止呢個跑法係非常之犀利，衝得，而且你睇嗰個指數亦都係非常之勁嘅。佢末段可以做到0.92，非常強勁嘅加速能力。而做到一個正嘅時間指數，好啦，咁佢上仗佢就跑泥地啦，嗱，泥地就唔同草地啦，佢唔得就唔可以計數啦。今次再跑翻呢個草地，而抽到嘅2檔係咪？咁呢個檔位非常之有利啦。最重要嘅就係呢匹馬喺今仗遇咗非常有利嘅環境，就係其他嘅實力馬嘅跑法都係前置型嘅馬匹，咁呢匹排內檔後追型就非常之好跑啦，因為佢自己喺後邊衝嗰陣時冇乜壓力，前邊嗰紮馬就有極大嘅壓力，所以你見到呢匹馬嗱，結果係輕勝2個幾身位。由於佢排2檔唔需要留得咁後，留喺中間嘅位置，亦都係過馬而贏嘅。咁當然呢匹馬亦都係臨場由5倍。亦都有架仔落到大熱門嘅 ，OK。咁頭先嗰場嗰個佳運化放頭同呢場呢匹嘅川河洞區其實黐住嘅係
非常之屬於一個唔錯嘅孖寶組合。個原因就係街運法係冷門嚟㗎嘛，開頭係咪？咁嗱，結果呢口孖寶一注嘅啫，兩個都 win 咗，係派269蚊，咁即係話差唔多係27倍，因為你只需要買10蚊。嗱，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實力馬，亦都係出現咗有利嘅環境。因此記住，第日你揀馬嗰陣時，除咗你要揾出實力馬之外，你要透過呢個實力表睇下呢類馬大部分嘅實力馬嘅跑法，然後你又揾實力馬佢個跑法係相反嘅，而且嗰個數目係少嘅。OK 嗱，呢類嘅場合其實亦都經常會出現嘅，因此遇着呢啲咁嘅場合，第日當你運用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板嘅時候，嗱，記住兩個唔同嘅環境揀唔同嘅馬膽，而家你都知啦。因此以後記住一定要多啲練習呢個方法，因為當你練習嗰陣時再揀有分頭嘅馬嚟買，嗱，呢個以後你就可以枕住 keep 住贏大錢啦。OK，都係嗰句，如果你有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板，今日教你嘅方法，以後記住多啲運用。如果仲未有嘅話，又係嗰句嗱嗱臨，依家即刻擁有職業排位計算表啦。如果你仲未有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版嘅話，我就建議你依家嗱嗱臨即刻擁有啦。嗱，擁有贏錢版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掃一掃呢度嘅二維碼，你就可以即刻擁有啦。記住，千祈唔好錯過嚟緊賽事，只需要用幾百蚊落注而可以贏過萬嘅機會。